另外来看，这高雄码头山呢是互人偷倒超过2800吨的废弃物，因为这7个行为人呢，伫期限内拢无动作。今仔早起，环保局来到现场稽查的时阵，其中一个地主呢，才总算载这怪手来到位。也那环保局伊是要求地主伫拜五之前要提出清运的计划，一个月内若准无清理好势，也是会罚款的。 那你说强力的你强力的执行吗？强力的执行在哪里？看到环保局副局长到场来稽查清运状况，码头山人民协会会长已经挡袂牢，大声喷市府效率有够歹。会长讲，顶礼拜公救地部分已经清煞，这礼拜要来看其他2代清运状况。这件代志到底当时会当收煞？其中一位地主也专工载怪手到场，表达愿意配合清运。地主讲，伊嘛是受害者，会尽力协助地方甲市府，甲土地恢复原貌。这个怪手。 去破坏我们的纽泽西护栏，把它吊挂起来。吊挂起来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怪手去吊挂那个废弃物，然后履带比较高嘛，就这样开进去，去里面丢置废弃物。对。 针对地方这期市府无作为，环保局再次强调，一切爱照定数行。行为人无处理，就会换找地主清；若是地主无清，市府就会代替清运，再搁找相关的人士讨费用。环保局表示，虽然今仔日地主有载怪手来清，不过伫咧也未收到清运计划时，确认废弃物会当得到妥善的处理进程，目前这废弃物也未当载走。各有规大地的铝渣搁伫内底。我想讲，其实这就是讲，阮为什么对环保局。 一直这么的痛心呐，那一直在这呼吁，一直希望说赶快，让这块土地尽量的减少再污染了。清理计划除了交代去向之外，也要告诉我们清理的期程。那我们会要求最多只能1个月。环保局要求，这礼拜五进前爱交计划时，1个月内爱完成清运。码头山废弃物有超过2800吨，自年初发现到今已经半年外。会长表示，市府虽帮甲公有地先清好，不过涂骹也是一堆建筑废弃物伫遐，伊毋望拢爱清理好势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、高雄场报道。